可以翻半場攞啦，可以翻半場攞係啦。係啊，等佢揾埋佢啊！係啊 ，good， 叻女，去啦，去晒啦，去晒，呢度啦，係 good， 好啊，翻去啦，揾人啦，揾人啦，揾人啦，準備溝啦，唔得就邊個㗎？打翻你自己嗰個，係啦，俾壓力佢啦，溝晒。吊起身度啦。我幫佢用，打上去係啊，射呢個孖4號㗎，希兒啊，你孖4啦，你唔會停低㗎。你孖4號啦。黃宇欣孖12號。死波嚟㗎啦，拍咗㗎。一次。好波，靚女。開。拍波。繼續逼啊！幫佢啦。繼續逼啊！捧佢過場啊！去晒自己。好啦。冇被手部㗎佢，繼續溝晒，叻女溝晒，叻女 good， 打返出嚟先，對翻呢條嘅，搶籃板，跳起攞，射翻上去搶到人，見過，換人，而家都係一人執一個，白色換人。深色暫停。你諗你記得喺呢度真㗎。手波，開波個，你10個叻你啊！溝晒，搶籃板。清楚先，清楚先。哇喂，隻手點解會咁嘅？清楚，清楚。掹翻前面個 number 出嚟先，你攝實咗，係啦，係啦。攞翻。換人可以入場啦。手邊個㗎？數人㗎，數人。叻女自己去晒，打嚟啦，係一轉身。俾人執一個黃粒把而家。近腳，長咗嚟幫。開波引起開俾佢。你希我哋一攻啊，越希我哋就進攻。進攻等待企邊度？等待要企邊度？過埋嚟啦，過得啦，過得啦，推過嚟啦，推過嚟啦。哇！佢唔會放。搶得兩隻手，抽起身拍波走啦。好啦。追到未啊？飆走兩波啦！
就玩習慣咯。打幾時？你一下用力過咗去就唔使一球咋？一球咋？攞籃板啦！ 8罰球入啫。台啦，追住佢啦，望住佢，跑過嚟攞你啦，你啦，望住佢，過得啦，自己做，是啦，24，加速去啦，加速，繼續去個籃度，繼續喺個籃度，繼續攞。阿月華，你攞食個波得唔得？深色13號兩犯對犯3次。咁突然嘅咧，漏咗。月希你過嚟呢度，攞波啦，跑出去攞啦，跑出去攞，good，攬，去晒。 good job，手波，防守啊你！所有月希防守，翻嚟。有個跳上手，開波喺度滑濕。開波邊個㗎？話攞波，打打入去啊！ 21，哎呀！射出。 去晒自己去，拍快啲個波，自己去，拍快啲，動作，低佢係啦，走你去，望，走，衝晒，你要走路個波啊！去啦，自己大膽啲去啦。出聲啦，記住啦，換人唔該，換人。我月華你唔好企喺度望啊 ，aggressive 啲去攞波得唔得？好，嗌隊友出嚟。 黑色換兩個，帶兩個出嚟。幫手攞波啊！黑色波。係啦，兩個一前一後咪得咯。走啦，喐啦，嚟啦，係啦，去走啦，自己可以㗎。打喺後邊，轉身，偷晒，攞打。逼時到啊！逼時到邊個 ？Good。 good， 攞實，去啦，第一次，上啊！啊你啊你啊！你喺球場度成日喺度轉圈望唔望波咁點樣打波啊？深色13號兩3犯對犯門。一球呀！ 李恩熙，你轉開波要打到佢，黑色2號，你分球對翻，換人。呢兩球都係輸你唔集中啦。 你咩嗰個位射入嗰個可以跑翻自己去取啦，射好啲啊！隊友取咗波，點解要轉身啊？幫手啊，外間後面嚇！如果未攞到，上翻上，咁要向前跑，佢有咩作用？羅轉一又係你冇咩位啦。手波，咁你就喺度自己係好冇去打力嘅，繼續去啦，唔使理啦。 好嚟，去晒，快啲係你啊！追到啊！追到啊！唔好打落去，唔好打落去，叻女，係追，係啦，追到嘅，你唔使打落去 ，OK 噶，手波，手波。有冇數多次你手喺邊個㗎？跑過去攞波啦！大貓。黑
色。貓貓就白色暫停。我想問點解會走得咁？淨係一邊着多隻。你攝半塊鞋墊落去咯，有啲就係攝前腳掌或者踭嘅，係啊。仲未講到嘢，而家有兩個孖一個，後面仲有一個。着波鞋綁鞋帶未必好覺。34。好煩人啊！隻烏蠅。着波鞋綁鞋帶。哦，係。係啊，因為綁鞋帶唔係好覺。你做咩啊？你而家？但係一着平底鞋或者冇鞋帶嘅鞋就 feel 到。鞋。好。要慢慢去啊8秒進攻。34啊！落去啊！Macy 你掹緊邊個㗎？Macy 你12號㗎嘛？12號 Macy 你。要。數人啊！12號 Macy 你，12號邊度啊？12號。溝咗佢啦！打埋。開手啊！咪腰。Turn around！ 白色18號2犯。換人。老師。係啊。攞實啊！10秒，8秒，7、6、5秒。out 你！好，122。